人妖！谁是人妖啊？那这不男不女的，不是人妖是什么？我多次强调，这个年纪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。作为家长，对于孩子的性别观念要一定产生正确的引导，产生错误的认知，以后会出大问题的。那些把自己妈妈画得跟李嘉欣一样的孩子，他们的认知就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李老师啊，您平时说榴莲的缺点呀，我都认可。但是这一次吧，画的是我，那我都不生气，您生什么气嘛？再说了，这孩子有创造力嘛，那是值得鼓励的事儿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丑啊？我做什么了？你要恩将仇报？这是抽象画。什么抽象画？你能不能学点正经的？抽象画值钱，毕加索画的就是抽象画，他的画是世界上最贵的画。你画画就是为了赚钱的？等我的画值钱了，你就不用工作了，我买个大房子来养着你，雇佣人伺候你，买几条狗，再买个爸爸回来。你画画就是为了赚钱的？画本来就能赚钱呀。以赚钱为目的的画画，没有一个能成的。但是你好好的画，老天也不会亏待你。榴莲，学东西啊，千万不能心术不正，知道吗？哎，麻烦跟我们俩拍张照。谢谢啊。什么急事啊？我在开会，你给我打100个电话。哦，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我这不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找个买家嘛，帮我把那些画卖掉。你要卖画？缺钱了？没有。我妈刚那什么嘛，然后我得养我姥爷，我得给我姥爷交那个养老院的钱。多少钱？哎，没多钱，9万块钱。9万块钱没多少，你那些画能卖9万块钱，去个0都嫌多。你让我想想，回头给你消息。我还得回去继续开会。送你嘛，回去忙，去开会吧啊。慢点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太没出息了。天天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啊？到男厕所来抓我，我都没见过这种女的，那为什么就不见我不接我电话呢？我不是都说过了，你给我时间让我一个人